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这两字伫咧台语念转价，转价，唔是趁价哦，趁价是这两字，趁价。伊的台语讲甲真认真呢，伊都靠讲台语咧转价，台语老是基本。上面生呢拢是粗暴伫咧转价，无怪有一句俗语：上命无保，食水都无。算命都爱甲人客保，甲人客学乐讲好话，保到互人客起模样，尾仔翘起来，安尼人才会讲算了有准，安尼才有生理。过来，庄卡所在无啥公司，无啥生产，真歹转价。无怪一寡少年人拢离乡背井，走去大都市趁食。转价甲趁价意思真相啊，拢是谋生讨生活的意思。若手面趁价，就是靠劳力来维持生活。阮做小生意啊，是手面趁价，无法度互人欠笑，互人写。转价还有另外一种意思，用无正当的手段去偷去骗。你若总是要用偷食步转价，今早晚有一天会食着羹。伊拄着金光党，互人甲转价去咯。伊就是一个变身啊，拢是靠转价步在转价，就是靠骗在趁价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转价实在真趣味。